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咱来继续来关心到立法院咱的钱包，财政划分法亲像分猪肉，结果收一个雪丁达。伊讲主计总处是该办法，伊讲钱摕去就爱办事，无爱条拖刷。关键敢毋是拢无协调，就杀。那么到底立法院这个财政划分法应该安怎来理解？今仔日两位当事者、学者、专家到底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的立委張雅玲。主持人好，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張雅玲。第二位中國國民黨台南縣立委吳建斌。主持人好，所有咱台灣新眼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東的區域立委吳建斌。那麼第三位是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名譽理事長吳宗택。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觀眾，大家暗晚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咱台灣師範大學政治所教授曲橋雄，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先來關心到底出了什麼代誌？財政部按照着新版的財政劃分法的公式落去算，明年度統籌分配款是有史以來上介多，不過有10外的縣市。那麼分配到的金額呢，比預期的佫較少，這互地方啊真不滿。行政院表示，新版的財政劃分法，這個公式有矛盾。目前有超過300億，中央想要交予地方，嘛無法度分配。那麼這就要重新來修法。院長杜永泰就講，會來邀請到縣市首長來討論解決問題。行政院長杜永泰3早出席雲林當地開工典禮，各界關注明年的統籌分配款。財政部照新版的財劃法公式計算，總額8840.9億，比今年加碼9成，卻出現有10個縣市得到的金額比70個結果較少，引發地方政府反彈。這期中央有變什麼網？雲林縣長張麗仙各當面向杜永泰道。要扣我27億呢？啊，不會哈！哎，你們都看到院長說不會。所有這些水閘門，所有這些抽水站哈，還有我們的疏浚，從我上任的時候大概不到4億的維護管理的費用，但是現在要編到8億。財政紀律好的，我們可以讓它維持目前的優勢；財政紀律比較差一點的，我們要加大力道把它提升上來。杜永泰坦白講，新版財劃法計算公式有爭差，會招各縣市首長檢討中央甲地方的事權分配，解決問題。明年的統籌分配款，六都的部分，台北市增加到1149.24億，全台灣上濟；新北市957.68億，台中市741.04億，台南市496.7億，高雄市757.8億，桃園市652.85億。財政局已經清楚地指出，是中央堅持用損害地方的公式，導致統籌款沒有全部分給地方政府，連江縣因此獲配短少。然而，中央卻拿台北進行錯誤的類比，模糊焦點。不是六都的部分，包含基隆市、花蓮縣、新竹縣、彰化縣、嘉義縣市，還有澎湖、金門、馬祖3個外島得到的總額，攏比按算的較少。連江縣是唯一無增加顛倒減少的縣市，財政部家填補來貼爭差。高雄市長陳其邁認為分配指標無考慮土地面積、市政、產業外部的成本，擴大南北爭差。台北已經有一塊比較大的餅這個肥肉都已經這個到手，然後這個其他的包括一般補助跟計劃性補助，那又要咬一口，這樣真的是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針對統籌分配款創下歷史上懸，卻引發各項的爭議。行政院發言人李惠芝表示，新的財劃法公式有問題，地數有超過300億無法度分配，需要重新修法。公視新聞採訪報道。他昨觀眾朋友看到這個新聞大上後尾，高雄市長陳其邁就講吼，恁有錢的縣市，恁攏分甲上多，我高雄市分上少，
恁就分了肥地吧。结果一般性的补助，才计划型的补助，你也要来加一喙，这无公平。其实老实讲，好野的关系问题较少。散车的关系是嗷嗷待哺，包括是南投县啦，而且50%上超过一半的钱拢爱中央来补助。那么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咱分作两部分来讲，一个是法律的部分，一个是法律要安怎解释。我要先请张委员，你也准备一下资料你甲咱讲看卖，在执政党的这个看法、甲想法、甲做法是啥物？好，我想讲大家应该有印象啦，就是去年大家在讨论这个财委法的时阵，真正是无详细在讨论就通过，所以就变做讲，亲像今年的2月的时阵，新政伊就有讲这个法有一寡问题伊就有讲。这个因为修正条文第16条之1第3项第3款规定，普通统筹分配款税额可供分配税额2.5%，分予离岛3县市。分予离岛3县市。咱有镜头小看一下。分予离岛3县市不过咧，条文内底竟然是写全部的分母啦分母竟然是来写。条文安怎写？你读互咱听。条文就是你来看伊就是讲。本来是讲是2.5分予3离岛，对不对？结果这个你看这个，伊讲这个条文这个分母是全部直辖市跟县市之平均数所以就变作讲，本来是讲分予离岛，分子是离岛，但做分母变作是全部的很。这来停一下互观众朋友来一个概念啦，观众朋友一定听啊不啥，就是要安怎分离岛。因为人口少，对你甲大家参落去伊分甲脑术，所以离岛3个县市爱分开马祖、金门甲澎湖，这3个爱分开，所以离岛的人数爱落去分，结果伊下骹用2300万落去抵，所以才会变作少。对，这就是感觉讲，若是大家迄当时好好讨论，因为最趣味的代志就是讲本地的时阵。头先去年的时阵，立法院在甲财政部偷资料的时阵，迄当时其实用分子分母是做伙共款的，就是离岛对离岛，直辖市对直辖市结果因提出的这个财划法修正动议的时阵，说咧无共款变做你拄仔讲的分母是全部的很关系，离岛肯定分子尔，所以这就是头先大家讨论的时阵，若是有好好讨论，就袂出现这个问题啦。这我要来请教。黄委员恁当初时，你敢有发现这个所在，还是讲无？这完全唔是安尼料想，因为我会记日，迄阵时咧大罢免的时阵，伊嘛有咧宣传讲，你看我因为重修着这财政划分法你看我离岛会当加足侪钱的，安怎？是认知的误差，还是讲无？就是这项修法的时阵就定档去。我想讲，最近我想讲咱先来讲财划法这个代志。财划法是伫1951年时制定的，甲1965年第一届来做专门的修正从政甲顶一届修正的时间已经差25档25档是一个概念是啥？就是囡仔出世、较读册、较出社会25档的时间，这个法25档拢未修改，迄代表这个法就是无甲咱这现主是一定有定档的所在，需要来修法嘛。所以这就是讲，为什么要推动财划法的修正的原因是这。过去我想这毋那是在野党想要修法尔。过去民进党登记嘛，注定讲，伊在野嘛登记注定讲财划法一定爱来修改。我想这点一开始甲大家先讲清楚，互大家了解那针对这届的修法重点是针对咱统筹分配款的规模甲伊分配方式。简单来讲就是讲，咱来互地方有较侪资源，互地方政府当来运用，会当改善咱资源无平分的情形之下，互地方有较侪自由的资源，会当做较侪地方需要的代志。袂当讲咱逐项拢望中央来斗相共，我想安尼嘛会当互地方会当较紧来伊的需求，较紧来继续改善啦吼。首先，咱规个提升中央，咱的规模是垂直分配部分是所得税从10%改到11%，然后咱的营业税是40%提升到100%。土地增值税是全部回到地方来，
安尼毋是受到进前咱的分配方式，因为进前的分配方式是直辖市甲县政府、甲县市政府是61%甲24%，安尼会造成地方愈来愈散。吼，搁来保障咱离岛3县市总共2.5%的分配方式。咱这个新的方案就希望吼地方的财政更加公平来分配。委员你有讲到2.5%离岛，啊，结果那会变做爱安尼算。无那离岛直辖县市嘛有问题哦。第二县市嘛有问题。嘛有关系。啊，迄是不是修法的时阵，大家咧抢啊，无注意到。其实上大，我认为上大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就是。行政院拢无提出行政有啊，行政院就是有讲好好讨论，但是咨询嘛有讲啊。有诶，对啊，免讲行政院，这阮节目内面已经讲啦，从足一摆。黄院长啦、邱老师拢讲足一摆，这观众朋友拢已知，拢知诶。只是我咧讲即摆修法时阵是党团总调无看到，啊，大家都杀嘴，啊，大家踮咧后面咧扯拼，所以。都无咧关这就对啊啦，是这种情形吗？我认为咱的设法的用意是好的，迄大家拢有认同，地方的财政必须要改善。当然咯。以阮台东县来讲，以真正分方式，台东县的人口是本岛内底人上少的，吼，啊是安尼情势啊，内要争取上，阮一定是前面啊其他的县市嘛，不管是产业也好，还是阮人口数好，拢是无够。但整个台东县的土地面积是全台湾第3大。所以你较少的资源，你管你遮大的土地，永远拢是无够。这嘛是讲阮会支持。委员，你明年增加130，这是还未争取进程是安尼啊，对吧？啊，这是争取了是增加安尼嘛。所以看到台东县会增加的部分是安尼啊。所以这是对地方来讲，特别是台东县来讲，阮的产业较单纯的情形之下，人口较少的情形之下，阮会争取的原因一只。是，来我也是互你来讲一摆啊，讲这到底修法是倒位咧定大义啦。我感觉就刚刚拄只黄委员讲的，咱不管哪一个政党，拢希望为1999年的财政收支划分法的公式来做一个调整啦。但是这个调整的过程内底有较悬的物啊，就是讲咱来去想，到底中央甲地方伊的业务到底安怎分配？譬如讲咱讲建中或者台北市。但是南一中就是国立的，就讲单一个高中这个代志，咱就无一个定论讲到底高等教育是应该中央还是地方来负责。所以咱若这无讲，咱都讲到钱的时阵，就会变做讲，即个最大的问题，大家拢甲关键伫讲啊，数字是偌济。我应该做过宜兰的财政处长，看到啦加加我真好过啊，倒位遐都会过啊。但问题是，你就知影讲，中央政府伊会减少其他的专案补助加一般性补助。你这就影响到你的规定啊，所以咱是爱去了解讲，财划法应该甲地方制度法去做一个完整的讨论啊。这个是讲无讨论这，直接就跳落来安尼。是的，你的意思是讲，因为这个财政统筹分配款，大家分去，啊，而且佫调悬起来，所以会影响到一般性的分配款。加计划型的是会分配款，因为地方有地方税啦，吼，啊中央有中央专用的税，像关税就是中央专用的税。咱聚焦的就是营业税嘛，吼，所得税这部分。啊，所以这部分的过去呢，你若讲中央留较济，就是尾用其他方式来补较散的关安尼。但咱就改变啦，咱就我头前都拢分了后，中央就变做这地摊摕出来分的就变少去啊。所以变做讲你自谋生路啦，吼。所以你看起来数字较济，其实地方啦完全算落了后，伊反射无遮济，来讲像咱长照2.0等等，这拢有影响。啊，佫有一个真大的关键，我是讲大家较无伫讨论，讲咱看这个表，看起来大县市拢增加真济，但是咱以台东啦其他的县市来看，台北市只要忠孝东路一栋楼啊，收的房间税啊。那你真的爱规真的好几个乡镇斗起来，才有啊，到无一栋哦，到一栋啊，一栋爱维护的道路甲这安尼啊，啊你看规个乡镇有偌济乡道爱去处理，所以地方拢爱需要这个统筹分配款甲一般性补助来弥补伊个他好地方要有人要大啦，啊无啦你若个继续这个区域不平衡甲分配不平衡的时阵，你会造成国家连日表就会变做集中化。啊，这刚刚真无彩讲，这个讨论为什么20几年讨论袂好，就是咱都无一个国家的共识，讲中央要做啥，地方要做啥。
啊，无讲了后，一届来讲，这个数字就变做今日这个问题。比如讲马祖对咱的意义是啥？咱那个肯真正是离岛的离岛啊，啊都不重要去，啊不重要了后也更加困难，啊不然人就更加袂留喺遐啊。所以议长你的意思是讲，应该坐落来，唔那是讲钱要安怎分，你代志要安怎分。1999年会有财化法，真大原因是精神呐。本来省政府就对我讲高中嘛，建中就是台北市啊，是省呐，啊不然就是啊地方无钱，啊就变国力去啊。啊，咱拢无一个足完整讲啊，高等教育高中诶到底谁爱负责？啊，地方诶，咱当个公务人员拢受限啊。我看到哦，这数字敢若足侪，大家足欢喜诶。但以每一个县市政府来讲，伊诶员额拢受限，等于讲每一个人发包诶金额变足侪咧。本来你写10个标案，你当然变20个、30个，所以地方政府诶官员吼。伊嘛无咧开话哦，我看伊会较艰苦啦，嘿，我的经验伊会较艰苦啦。安尼钱来无一定较开话，但是伊的财主单位会较欢喜啦。安尼来听前验科会主委来讲下咧。我讲这条进程，我小可补充一个咱的历史啦，吼，咱台湾对咱即摆咧查的统筹分配权的问题，我小可补充一下，咱台湾差距的问题上少，我会记的上少40年啊。无一届讲，大家讲分了，然后大家拢拍扑啊，我这届足欢喜的，大家拢无问题。对阮每22个县市，较早是25啦，26吼。县市我是讲县市吼，大家拢足满意的，无一届是安尼吼。啊，咱用政治学来角度，因为我教政治学的嘛吼，咱常常来讲，权力嘛。政党甲政党中间嘛咧争嘛是权力，中央甲地方咧争是嘛是权力，啊权力是啥物？具体内容是啥物？啊，考啦，三项啦，人数啦，人数啦，考啦，你即摆讲人数啦，考啊有人数啊有考要做啥？要做政策嘛，要做啥物代志嘛？这三项是上关键的吼，啊其中。关键当中的关键就是考，所以就是大家会差这吼，差40-50年拢差袂离，差无一个结果。关键就伫遮嘛，因为我钱愈多，照讲会使做的代志愈多嘛，这是一个基本观念嘛，对无？但是老师咱听的遮，他带即个黄理事长有讲吼，伊讲伊的经验来看吼。这地方官员无一定较快活哦，伊要发包的代志，伊要创的代志，因为我钱报你啊，你当然爱打起来啊。那有讲我钱报我摕来食西客、食四手啊，正等你还过来付钱，应该无这种代志吧？照讲是安尼啊。正常唔是安尼，实际上唔是安尼哦，哇，安尼就头大咯。因为地方拢是安尼嘛吼，比如讲，我今年摕到这个钱吼，我有3条路会使照理性来分，我会做3条路。啊，村的乡镇的人讲，啊，阮唔是人哟，哦，一定要做迄3个乡镇，啊，阮遮拢无咧做哦，伊就无欢喜啊。所以你本来我摕这钱是要做这3条路，我即摆我可能要分成5条路，做5条路。啊，你做3条路拢5条每一条拢做一半呢？做莫讲一半啦，无讲做一半啦，伊拢哇，因这像黄委员因这就真重大，真麻烦哦。到时阵地方就拢来找伊哦。安讲啊，伊是财主人员嘛，吼。要查的时阵哦，唔是咧查财主人员，拢是去查县市长啦，哦，去查因遮的。唔是查县市长，伊分袂出遮，一定来找伊的啦。是啊，唔，伊是县市长去叫人找麻烦，吼，去甲讨啦，啊，伊过来就找因啦，找财主人员，哦。啊！伊就甲讲，啊无钱啊，钱就安尼尔，我不管，我做县市长，人讲我无咧管，你甲我生出来。以早啊，佫有通啊，一个小马本讲啊，无咧中央买互我啦，我只干会当你使，即摆无啊，即摆钱拢伫你遮。啊，较早佫有一个会使去甲斗的，叫做新政府。哈，较早新政府嘛，伫中间来查。即摆差无爸无母安尼。啊，即摆无新政府啊，即摆纯中央啊，所以。较早的中央嘛是一个观念，所有的钱尽量放伫我手头，啊我管我头拄咧讲过嘛，啊我管你较大嘛，
哦，你要甲我吵哦，安尼吼，你后盖较配合，讲较好听叫做配合，讲较歹听就你较听话吼，较乖，我就较济互你，这就叫做我头拄讲的权利嘛。啊，较有尊严，但是无法快活。有考考上重要啦，因为尤其第一任的县市长，你有考考做较好，你连任较无问题嘛，这足现实的啦。我讲实在话啦，啊，即届问题出伫倒位？今年啦，咱即摆咧吵，照讲是明年的，8000外亿的统筹分配款要分落，迄是明年的。哦，你今日要讨论主题嘛是这，啊，但是咱今年就吵到，哦，今年大部分的地方拢讲钱无够，啊钱佫无够位，啊，今年咧咱今年的预算，去年啊，甲今年年初咧讨论的时阵，根本就无讨论啊！头拄，两个委员拢知影，咪拢伫现场嘛。基本上无讨论嘛。为什么呢？朝野关系无好嘛。这条问题本来就歹处理啊！啊，你朝野关系又搁无好，啊，很简单嘛。即摆就变做安那蓝的甲白的讲好哦，啊，就过啊。无人因即摆国民党的即个新的党团就讲，阮今年度无要来做通山哦。迄是明年。明年度。你即摆讲的是明年，我头拄讲的是今年。啊，今年的代志已经是。哦，所以 OK， 你即句话足重要，所以我即摆要拜托的就是讲，咱明年意思唔是袂使删咯，咱即摆还讲清楚。恁做立法委员，你本来就是要收预算嘛。哦。所以要删的拢应该，但是爱理性。好啦，老师在讲，你就爱听啦。张委员，我要甲你请教吼。有种讲法就是讲，除了你头讲的离岛吼，做分母，啊，规个县市拢算入去。啊，头拄啊，黄院长啊，甲咱的即个邱老师也有讲到，讲因为我的统筹分配款内面吼，我的税源。即黄委员也讲过，因为我的税源扩大啊，税基扩大啊，所以呢，我有钱通啊直接囥在我内底啊。但是这安尼刷落来，就是我中央较无钱。中央较无钱的之下，我必须要来散离掉，或来减少掉这个一般性的补助，啊加这个所谓的这个计划性的补助。你认为这有道理也无道理？哦，亲像拄仔理事长嘛有讲嘛，就是讲进前咧讨论的时阵，无拄着代志要向来做，所以即卖就是钱分到地方啊，地方就爱来做。亲像进前有一寡育儿津贴的部分啊，吼，非法定预算的吼，育儿津贴啦，还有社宅补助啊、租金补贴啊，这可能就变做地方爱来做，因为还有长照呢？长照，长照普通是迄个有长照2.0的基金啦，吼，有这个基金的部分。对，所以大部分就是有一寡还有电费，就进前在讨论的，就是班有冷气啊，电费向来落，啊，这钱嘛是爱地方来做啦，啊，所以就是进前新闻有看到院长会找县市长来讨论讲这个钱，吼，即马分落去，啥物代志地方爱摕去，所以啊，毋过嘛有亲像理事长讲的啦，就是讲因为一般性补助甲计划性补助拢会减少啦。就落在对pomo子。无法度，因为就是大家来想嘛，吼，咱厝内底大家拢有趁钱嘛，薪水就是遮尔啊济，吼，要互纳厝税，吼，要食的要啦学费，拢是固定的啊，你分拢分了，啊就是遮的钱尔。委员，那恁来看讲这一厝吼，大家有开始释出这个善意，讲我要好好来审吼。你认为敢有可能坐落来好好来讲？除了甲县市长以外，咱立法委员之间，执政党甲在野党嘛是应该来看讲哦，啊，就有影呢。这我本来100块，啊，我本来60块有通啊分哩，啊，即摆互恁提起到60块，我剩40块，啊减20块，啊，这20块啊要安怎？啊，谁要较减？这应该是较不实的方式，才有通来。我感觉在野党的角色非常清楚，就是监督甲督促。监督跟督促，这是在野党的角色。是啊。包括这个像咱来讲的，为什么修法？这本来就是咱希望进来向前
继续进一步嘛。主持人讲就讲，这个问题咱讲，当然会当坐来讲啊，但是版本爱出来较多讨论啦。我拢希望拢是希望这个国家、这个土地变得较好，会当照顾到较侪百姓。吼，咱佮讲就讲，像土地分配税甲一般性补助款，这是两件代志。土地分配税是登记以来，不管向在野政执政时，拢有意见的分配部分。一般性补助就是因为无够，咱个补助，所以两个爱分开来看，这袂当参做伙。我认为是安尼，所以我感觉会当大家当然在野党。看，这种都不能这样来讨论啊。你头讲是两项代志，但是实际上伊的税源拢是对咱人民的落地提出来。照顾的不是拢共款是，照顾不是拢共款是咱中央民国。当然啊，你头讲营业税，我会记得你头讲的是地方的这营业税，即摆是100%伫地方嘛。40贴到100点。40贴到100嘛，啊，所以我本来是有这个60%的这个钱落伫中央的手头，即马无嘛，即马伫地方嘛。但主持人，大概县市的经营无相像啊，哈，大概县市伊的产业的结构嘛无相像啊。当然啦，因为比如讲台东县伊的产业，伊的可能商业的形成啊，甲伊工业较少嘛。阮农业甲观光，所以伊的营业税相对就是较少嘛。所以本来大概县市的经营都无相像，你本来袂当甲全部参照来讲嘛。我相信老师应该嘛让你甲我讲者。这有影可能咱台湾话咧讲一支长长啦，这就真正坐落来讲。是，吼，对来。我是感觉讲吼，我延续拄则张委员伫讲的班班有冷气这样代志啦吼。其实咱有台北的小朋友啦，云林的小朋友，啊热天伫热的时阵，台北的小朋友爱吹冷气，咱足爱讲云林的小朋友莫吹无冷气来吹。但是内底应该的制度，咱就只有讲哦，中央讲哦，我专案性补助啊，所以这民主做好行政院啦。啊，连日这拢分去地方嘛，啊地方过去地方若要做，伊就是他去借钱啦。啊，但是咱房屋税甲地价税调高之后，咱地方差不多拢拄啊好，但是抑佫有欠钱，啊无就是伊要去借钱，所以今年就有一寡借钱的问题走出来啊。啊无借钱也是财政的一个部分，但是对财主单位，我那就报告是讲，财主单位讲啊，我去借钱吼，我对议会较好讲话啦。有当我一寡计划就讲啊，我借，但是财政部有规定讲袂使佫借，所以我一寡计划就它动掉。啊，当无啊，当就因为你钱伫遮，所以摸传拢甲你要求你来做啊搞，但是这当阵的民主连讲就他做甲县长家己啊，就免佫去做甲中央去啊，所以。代志来讲，我刚才就讲，咱台湾爱去讨论讲，是毋是小朋友拢爱有冷气？那小朋友拢爱有冷气，你包含连江县也爱甲伊斗冷气啊？啊，这种的就是当时为什么要设计一般性补助？就是有一寡基本的属于全民拢爱共款，但是因为各县市本来宪法内底规定是县市政府、地方政府的责任，地方自治啊，国小嘿，地方自治的国中、国小是地方自治啊，但是伊无钱，他去斗冷气嘛。啊，所以咱就有一个一般性补助，讲啊，这标准的，咱大家拢要安尼做。啊，连日啊，就是真正，吼，你要家己想办法去完成这个代志。一般性一定会减少啦，因为伊就减少，因为当初你改营业税也是这原因嘛。古早拢有啥物工厂囥会遮，总公司登记伫遮，所以甲伊讲啊，安尼有一寡摕来中央来配。啊，但我摕转来后摆就是，你也登记伫遐，你就无。所以我较烦恼是讲，咱即个改革了后，咱对于较偏远啊，是讲咱感觉伊爱发展来平衡城乡啊，就是平衡区域发展的，会更加起劲。爱去想办法甲伊补起来啦，因为我唔知因这大东市的，我唔知伊起无，因为咱即个拢无试算，咱大家拢无讲这，咱拢思考着讲送会加偌济钱，啊加偌钱了后，即有拄了拄甲，佮想讲我这钱要安怎用？啊，当初这个钱是包括着讲你可能无遐济他开，然后一寡装的去做因遐个代志，啊所以。迄当阵拢无讨论这个代志啦，讲咱大家对国土的想象是啥？杀来就去杀过啊！这是我感觉讲，那明年有机会是爱去好好讲。他委员有讲咱行政应该摕家己的版本出来，这就是关键啦！一直话讲要摕啊，无也未看到，也未看到。我是唔知有摕无，嘿，也未看到。也未看到，但是执政党嘛会当家己提出版本啊。应该啊。有啊，有去当时内容委员有提啊，啊，毋过因无讨论啊，就出去啊，无入去内底啊，无好啊，即摆就好啊，即摆大家三脚做位，这袂有长底骹话啊，老师。无一定哦，就是你即摆讲。咱已经3人共5目啊，还佫有长底骹话哦。加减。
因为我头拄讲过嘛，啊钱的代志本来无一真正卖计较啦，迄哪有可能啦？迄哪有可能？因为你这件我就努力啊，啊我这件你努力啊，所以大家一定就拼嘛，伊就变做无法度落理性落来讨论。所以我头拄我就咧讲，你一定爱理性的讨论，但是阮拢知影，这是阮吼。理想咧讲，实际上无迄个代志哦。咱主持你头拄有讲着讲啊，行政院爱提伊的版本啦。哦，这点我来讲真重要。咱莫讲今年啦，若讲明年啦，哦，明年一定爱行政院一定爱有你的版本啦。哦，若准讲要修，咱头拄你节目一开始主持人你讲着迄公式有无？若准讲要调整，哦，你一定爱去修法嘛。对，一定爱修法。啊，咱即马今年打修过尔，哦，咱即会期打开始吼，应该啊个会付。若准讲两个党吼，三个党啦，对不对？三个党若准成功好好吼，讲这公司看要安怎调整啦，吼。啊，其实上理想的吼，因为你公式是死的嘛，你数字带进去有无？答案就出来。啊，但是咱的行政唔是数学啊，数学真好做啊，哦，啊，但是行政无遐理想，所以阮一定阮伫下届我们拢建议讲，这个问题上好有一个委员对行政院下骹放一个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会除了你行政院的官员、立法委员，还有各政党吼，推出伊的代表、学者，哦，就是像黄院长那专业的学者，哦，另外啊个那种有民间代表嘛是会使啦，就是讲你组一个委员会，哦，用这个委员会啊，甲法律的规定。哦，咱来讲，比如讲明年，哦，明年这8000外亿爱安怎先收一个版本出来，先收一个版本入来，再出来，哦，啊，送去立法院，看立法院会使接收袂？那你说立法院会使接收，代志的啊，行政院嘛会使接收，代志的解决嘛。啊，但是一定有人差啦。你不管什么版本，我先讲，不管什么版本，一定地方一定差。因为咱讲咱头拄有讲，拢有一寡产业唔是遐多元的吼，伊本来就钱无够，因即马摕到遮个钱，唔是拢是馆长咧分呢？迄馆长嘛是一个这种要分到个乡镇的，他还要变成县的统筹分配款呢？县统筹安尼，一个还分一届呢？哦，我想起来说安尼是负面苦呢，因为法律就安尼规定的啊。唔是。我先反倒来问院长吼，就是讲，这个统筹分配款是算做互地方来练习自立自强，练习财政会当健全，练习去到中央执政的准备，啊，互你练习，啊，会当来大家锻炼，啊，学习这个。民权初步啊，而已嘛。你念我讲无了解遐去，但是因为统筹分配款内底有一个。我当然爱讲高大上。因为咱来了解讲地方，咱希望伊去拍拼招商啦，所以伊招商的成果，你营业税你也袂使用家提走，所以过去为着拼这讲，你拍拼招商啊，甲国家创造经济发展，我都爱留一寡互你。但我拢互你专题了后，互你污染的，来是讲较散起来，为着无机会。所以为什么一直咧差这个代志？讲比例经过经济发展、情况甲咱的环境无共，所以拄则徐老师你讲，咱就讲古早拢爱有复改会这种的机构，就是用各方的意见讨论无共的方案，甲送去民意单位来走。啊，即个就是讲，咱拢无去想讲，像你讲的高大上也是目标嘛。伊有训练了后，伊练习啦，更较厉害。因为咱当拢照其他国家来讲，直辖市是他发行地方公债啦。啊，目前都有台北甲高雄发一寡，啊，所以咱拢无用公债的方式来做。嘛，寥寥小小啊。啊，所以咱就无法度讲像别人有殖利率去发展债券市场啊，等等安尼。所以地方金融本来就是财政本来就是一个金融的一部分。就是咱的金库，咱台北市的金库，敢若金库咧，也无咧做其他的代志嘛。就钱庄啦，吼，钱庄型的。你讲钱庄，我唔敢讲。啊，所以我会感觉是讲，你讲的训练能力来是一个目的，但是
我感觉追求区域平衡发展是上重要的目的。即讲大家感觉啥是区域发展，是不是有好山好水，永远都好山好水？好，咱的想讲阿波都会变做原住民保留区，吼啊，拢安那拢卖去互发展产业，那是这种想象啊，爱有共识，因为遐包括着讲，毋是你台东想好，花莲想好，你爱搁甲台南嘛，大家去讲，所以这代志吼爱讲啦，还是即个无讲。我先请吼，这黄立伟吼来讲你台东的情形啦吼，讲虽然县政府吼，你在县政府你较无，你的职务是立委吼，但县政府一概是有真侪人来甲你叫你去甲县政府讨钱啦吼，要创这创迄，你感觉上头较疼啊，而且因为经过这个统筹分配官了后，吼，你也感觉足轻松的，以后有钱通好来 take it， 安尼有这种例无？我伫这立委担任立委进前的职务是乡镇公所乡长，所以其实阮就介清楚，你花家本来都若无米，你是要哪煮饭？所以增加预算当然对地方的行政相对来讲是介大的帮助。咱台湾老师讲的，这道路就好啊。我的面积遮尔大，我乡道偌济就爱处理，莫讲啥个动土墙，佮基本的水沟啊、路顶遮踏滴的物件，迄拢是爱钱。但是我的资源就是遮济。台东县有10个乡镇，包括2个离岛，南屿甲绿岛。你县长，你一个县长，你要换遮大的所在，你只有安尼钱当然是无够。所以当然资源增加，伊基础建设第一个当增加，第二个是社会福利的部分。吼，咱你看介济绿岛，吼，伊可能65岁健保拢是政府来负担，但是以台东县来讲，阮的资源无遮济，啊，变成造成什么情形就是？阮咧庄脚会比较啊，哦，迄某物人，因迄什物人住伫台北市，迄健保拢免纳，哦，啊，60年金，大家奖金会当领偌济拄偌济，人的人口慢慢活起来走，庄脚就愈来愈少人嘛，这拢是会面对的问题嘛。佮另外讲，咱讲着讲着，咱顶个月啊拄着风台的代志尔，风台内第一个拄着就是咱的农村的部分，农村的部分，咱正常来讲，就是爱报中央政府来补助，对无？农业部。时间安尼问来问去，可能爱3个月、4个月，甚至更较久的时间。但是我很主席，我需要啥？我要恢复我要恢复进来经济，这部分钱要倒回来。县政府手头有钱的时候，我会当随拨落去互恁啊。偌济市场咧处理，园啊先恢复，剩的补助佮等后一撮来，安尼较能照顾到遮的产业。所以这是阮感觉上，这会将直接帮助到。另外，佮讲到咱的人力的问题。哦，台东本来就较偏远，即个公务人员到底即个几率就无济。你佫无甲添加一寡补助，比如讲我记得我当到立法院，我伫争取的是阮的偏远即个东台加级的部分，公务人员东台加级。我入来公部门，我做临时委员开始，到即个时阵超过20年，永远是630块，拢无增加。安尼情形之下，你要那互咱的公务人员想要留伫遮，不管是老师也好，公务员也好，咱拢希望佮提升伊的待遇，这拢是会当做的代志。所以其实有钱当然当做介个代志，这是对地方来讲，这是好的代志。啊，阮拢希望是讲，咱为好所来看，这当然是增加地方的发展。委员，你睇下讲得真好啊，因你是一个例吼，啊在立法院啊悄悄讲，我相信，民进党委员因嘛是有伫咧偏远所在，嘛是共款有这种困难嘛，唔是吗？张委员。对啊，我想要来回应一下吼，就是讲我想每一个立法委员来到立法院。拢是一定要来甲乡亲斗相共，斗争取预算啊，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责任啦。啊，毋过上重要一个代志，每一个人拢有问题，不管你是台东的，你是花莲的，你是台北，每一个人拢有问题，就是大家问题提出来，好好讨论啊。上重要就是讲好好讨论，啊了解即马的困难是啥，啊大家来找一个方法。啊，毋过上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记无，去年咧修这财委法的时阵。迄当时我会记，我2摆拢有去咨询哦。我都有讲啊，你这个地方的县市长，县市政府，恁有好好甲因讨论，财政部你有去做这个代志无？伊就讲好爱互因2礼拜，2礼拜了后找市长来做咨询，啊，单期嘛市长伊嘛有来哦。啊，毋过迄当时发生啥物代志？3分钟条文就连刷，内容的委员的版本就丢包啊，就出去啊。所以就变做讲，即嘛有遮侪问题，无法度处理，无那会变做讲离岛还有妈祖的钱变多变少，啊台北市遮侪，啊这就是无好啊讨论，无法处理，才变做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即嘛上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因为
在委化的精神就是要平衡地区发展啊，就是经济历史度讲的，这是宪法第147条就有写，就是中央为谋地方之经济平衡发展，对于贫瘠之地方应酌予补助哦，这是宪法的精神。所以在委化的精神就是要来平衡区域发展，不过这个修法就变作区域的平衡反而愈来愈严重啊，愈来愈不平衡啊啦吼，所以。迄个财政部长也好啦，主计总处主计长嘛有甲迄个马祖来到想办法。我是感觉讲，今嘛就是大家做伙来好好讨论，就亲像老师讲的，好好理性的监督才对，有道理的监督。因为作为执政党的立法委员，我嘛是爱理性的监督啊。大家应该拢是用这个代志来用这个态度来做代志，才是。不会辜负我们选民给我们的纳税钱呐。我想补充一时啊，蒋委员，张委员头拄咧讲，我完全赞成啊。我头拄有讲过，讲上好伫行政院内底伊先成立一个委员会，因为所有的法案放入去立法院因为有震动的关系，会差会钱甚至还会很不理性。咱讲实在话啦，唔是个别立委的问题，伊是震动甲震动的问题。所以这款代志，咱讲实在话，它需要很高度的理性，而且它需要忍让哦。我小论一下，互较散的关系，互较济资源。这我登去爱交代呢，这唔是讲我一句话讲好啦，我较大方的，无这款代志，你登去强修理哦。所以。咱讲实在话啦，上好是我佮讲一开啦伫行政院下骹设置了一个委员会唔是拢官员嘛，唔是拢立委上好是各方的代表拢有伫遮对明年的像即摆要讨论明年的预算啊嘛伫这进前咱就讲明年遮的钱安怎分较好明年倒一个关区有大代志无？是讲今年倒一个，比如讲啦。咱今年咱嘉义啦、台南啦、高雄啦，尤其是台南今年淹水淹到咱土，对无？你明年咧分这的时阵，敢会使互这个关系公示之外，加一个变数，互甲提较悬呢，互因提较济。后年，咱唔知嘛，搁倒一个关系，会拄着啥物代志，咱唔知嘛。后年咱所以每一年有一个这款的委员会来先做一个处理，有一个建议案，因无立法权嘛，所以好做一个建议案送入去咱立法院内底立法委员各政党大家来看一下，要调整无？若准无问题，安怎互过？有问题咱因有关啦，因有管理啊，恁搁调整一下。安尼就较讲实在啊，安尼就较各方都比较能接受你若种像即摆，咱规个拢拄入去哇，因就去吵。今年的代志是行政院连拄都无啥爱拄，因为我拄嘛无效，对头拄张委员咧讲拄嘛无效，嘛入面嘛副议案嘛是互因个否决那共款嘛，你拄啥物副议案，你拢共款。到即阵为止，左内阁伊的副议案无一条成功。无一条成功，可能这嘛是大把边的理由之一。不然已经开到目眶赤我的想法唔知各位是安怎想啦就是讲过去莫阁讲起有通先甲目前的代志做好，大家会当来抢讲，我要是我，拢是我甲代志创好的，拢 OK。但是唔通佫讲过去就是你害阮安尼，是，这我同意。安尼拢顶打去啦。这我同意，所以行政院我来内面来若要讲过去哇，我代志拢免讲啊。所以我甲对伊做一个建议较紧的明年要安怎分，你先有一个小组，莫拢你家己的人啦。你行政院的、立法院的、学界的，还是产业界的还是地方的代表，拢有人伫先做一个建议，试看卖嘛。有啦，伊即马有讲啦，伊要甲关系长拢找来讨论啦，看要安怎来处理啦。邱老师的意思是讲，可能较有制度性的、较组织性的啦。对。我想要请教这个院长因为伊也过去做过地方的财主人员做过财政处的处长以你过去的这种的经验来讲，
恁安怎来分治吧？吼啊，总是有诶关系较散车，有诶爱来甲你讨诶时阵，恁拢安怎分？有亲像邱老师讲，我先组织一个委员会，还是做资讯小组，然后我来问，我诶耳目吼较清楚讲，哦对呢，这安怎都安怎，有这种做法无？所以我今日拢要去笑笑，就是讲，甲应该拢无共啊。应该是在无钱啊！吼，今日咱伫讨论是因为有钱通分呐，所以有钱通分，像主持人讲的，咱莫讲过去。这是快乐的问题。这是快乐的问题，不患寡患不均衡。咱来讲安怎甲伊分，过去是因为都无钱啦，所以乡镇来吵，你就看到讲我爱甲银行借钱嘛，一工利息70万嘛，啊，所以乡镇也是真艰苦，大家艰苦伫过日子，安尼伫过。所以讲，大家的钱拨落来了后。地方小民钱变济，但公务人员若无变济，其实公务人员来会较忝嘛。对呢。啊，但是人民会较快乐嘛，你路会较济条，但是路济条都爱济人少，你的成本维护成本会变高。嘛要营运啊。所以财政纪律吼，毋是到底看你有钱无钱，财政纪律是你钱囥在倒位啊，甲未来的影响。所以我毋该一直强调讲，咱今日是欢喜有钱，有钱互区域变平衡是咱的目的。咱毋是有钱了后区域来烧冤家。啊，小万谈安尼啦，所以过去各乡镇有人发袂出薪水，这个代志拢伫发生。啊，现在是有遮侪钱通分，啊分了后变做散车关、金门、连江，伊这分较少。啊，所以不过这金额无偌济，中央佫较拍拼一个。但是咱是希望讲有钱分，大家爱快乐分啦，无应该安尼武甲这型的。这我感觉有钱分嘛，无一定会春车咧。我也是要请吼吴委员吼来你以大同县，你顶头你若看这个图表顶头拄啊一个比恁更较散的，散啊根本叫鬼掠去苗栗县啊。伊经过这5、6年吼，安尼咧整顿吼，我所知伊还佫负债哦。是。伊这135，大概是。这报地是讲大汉子望昏年呀，哦，这雨水来啊，大家啊吹安尼压去，咱大同县敢有种情形啊？大同县其实伫这，因为我知影是歹势，因为我知影咱还佫有华东基金，对，吼，咱还佫有华东基金，啊，这听讲逐年就无一定会用完哦。华东基金是当时为着要有华东发展所设的基金，所以有一个华东发展条例嘛。按照这个条例设的一个基金嘛。但是伊就是计划性的物件，共款是计划性物件。我地方我想要做什么款的产业，要发展什么物件，所以提报计划去国发会审核，这是安尼来。啊，为什么会设的？这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咱的发展本来就无平均嘛。人拢讲哦，什么重北轻南呐，然后偏西，然后往东啊，这其实就是长期来一定安尼的问题。东部不管是产业也好，还是人口数也好，总是甲西部甲北部有介大落差，所以才会做这个华东条例的推动嘛。所以你讲像苗栗县的状况，我们当然每一个县市长伊本来就有伊执政伊的理想甲伊的做法。我拢认为讲哦。当然，过去可能会化价化得较好，会化价化得较无好，但是伊袂一直差落啊。最主要是你爱有财源较多去改变。苗栗关系算啊破产去呢。别个关系的经验，阮并无较了解。不过，阮大同县来讲好啊，大同县这10几年来吼，这两任县长，坦白讲，财政纪律做了解好是，足侪代志会当减少，阮就立起来，啊去发展咱爱的产业。阮是安尼掠长补短，安尼用，所以今年到大同县政府的负责拢行清楚啊，行了。无欠钱啊？本来是无欠钱啊，结果迄个23亿一般性补助甲扑来了，本来佫要少钱，啊后来即个努力来了补倒来，因为一般性补助款对大同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是基础建设、教育、医疗、加社会福利，所以这物件互县长嘛该烦恼。迄阵县长嘛出来讲，这个代志是毋是会当好好讨论？因为你袂当去处罚认真咧行孝的县长，所以阮大同县这几年受成长。你讲欠，即嘛低23亿。本来一般性补助要甲减少，这是今年嘛？今年嘛？啊，明年就无这个。这是讲安尼问题是凸显出来讲，我好不容易还了债，你叫佢要甲我安尼甲我扑掉，所以
就是咱讲就讲，一切所有回答，徐老师讲的三，第一个，其实上重要就是爱有钱，我都法度做代志。我想要补充一个吼，就是爱有钱会使好好做代志，啊，毋过嘛有干道，爱有法度干道啦。因为近期嘛有足侪文资馆，大家嘛知影，有足侪开足侪钱去的物件，无法度好好甲伊维持，所以这嘛是有足侪团体在烦恼，就是钱分落去，啊，即嘛中央无法度约束了。啊，若是佫发生即寡文资馆大傻逼的政策的时阵，我是个人是感觉乐观其成啦。你吼，你若拢无互伊一摆啊吼，你永远吼都唔知伊法度无。唔知伊有法度无，啊，就爱互伊来舞一摆。啊，这一旦有钱了后，上惊就变做经常性支出，像古早老人年金嘛。哦，啊，你乡镇你真善的，啊，到尾你佫为着你着报一个了后。今年有这笔钱啊，今年有这笔啊，啊，2、3年了后，大家发觉有较好的分配方式，啊，这就减少啊，啊，减少的时阵，我已经拢变做经常性支出啊，我都救袂落来，所以只要这个愈来愈碰撞哦。系啊，所以有这个钱爱，就讲得真侪管期，伊若是爱想清楚，我这钱囥倒，我来囥一个条着，敢若讲，啊，你分期付款，你来当做头期款，你后摆你就真艰苦啊。分期付款当做头期款，哇，这就麻烦了，来验考会来指示你。我就基本上吼，地方，咱上惊是无钱啦，头都印有讲啦吼，啊，若种有钱。啊，伊个做的代志会愈来愈侪，哦，咱台湾人即马基本上对小确幸，哦，很在意，哦，咱讲实在话，哦，咱即摆对小确幸很注意，所以这小要维持这小确幸的开销嘛，愈来愈大，哦，咱讲实在话啦，哦，啊，这对政府来讲是负担，啊，另外即马中央佫有一个足重要的负担。美国啊，叫咱甲买伊的武器，哦，较早讲啊，咱有买就好啊，哦，那即马毋是哦，即马是我甲你，我互你一个指标哦，即马是3%，后来是5%，啊，佮较后壁可能是10%，哦，咱美国即马即任现任的国防部长，哦，啊未起来的时阵就讲，恁台湾是10%嘛，哦 ，GDP 的10%，若准真正照伊安尼做，咱每一年中央的总预算内底70%到80%，全部来做来买武器。哦，咱每一人手头拢有武器哦。啊，但是剩的代志拢莫做。啊，但是即摆咱老百姓的生活上重要嘛，不管你什么人执政哦，不管安怎，对老百姓来讲，就是生活爱上基本生活爱一定爱维持嘛。哦，所以讲像头拄张伟嘛有讲着讲，不要大傻逼啊！我还讲，即摆大傻逼唔单台湾尔，全球都在。新加坡嘛咧傻，比咱侪哦。我是感觉讲伊无共款的情形。澳门，这即摆澳门人无这我爱请吼，这一定来讲吼，就是讲，全世界拢去做的代志，咱还佫有其他的选择无？吼。咱的政府有这个材料，向人民来沟通，讲咱国家应该爱更较健全的、较健康的方式来用钱，敢有这个材料？嘛，因为真侪国家伊地方税拢附加税啦，所以你讲像美国每一个州有无共的地方的附加税伫遐，所以地方爱去做一个真负责任的控制者。那咱台湾就是强中央弱地方嘛，所以中央领太济伊。但是上无当下补啦，你讲全世界，咱讲咱厝边中国，伊搭现主席的监控是地方拢挡袂掉啊。但是中央都无要放落来，伊无一个沟通的机制嘛。所以咱台湾的民主制度提供咱他讨论的空间。中国你敢捌听过讲，搭一个县像东三省，搭遮困难啊？因若无法度组团啊，若无民意代表啊，啊因的人，上访啊，因的健保，因的社保啊要破产啊，是拢无独立账户。啊，若讲到咱台湾的话吼，我是真正感觉讲，即届咱欠少着目标的讨论，咱都讨论着数字啊。啊，数字你感觉增加，真正对地区的发展有真正增加。我感觉这点是爱去思考的。啊，有啥物代志是即届吼？因为现主席你做，为什么爱这张出来？因为有这张，你县市政府甲他编预算，
甲他编明年的预算，啊，县市政府有编落乡镇市甲他编预算嘞。所以这张重要，就讲伊若无确定了后，全国地方拢无法度叮当。啊，所以你这张有了后啦，乡跳过因他控制，因想办法啊去互想到一寡像拄则讲的这个老师讲的，咱遮福利性支出啦，吼，什么券分了伤济，明年你无分你就倒去啊。对，这是真烦烦恼的代志，因为你本来无食遐济嘛，啊，像一届送3粒便当，互你叫你中昼食，你。就是你已经互我3粒便当啊，我明年佫无，我会甲你拼命哦。万你食袂起，你也甲伊讲啊，慢慢我食袂起，阮兜的代志，我摕转来啃啊。这大家一定是安尼想的啊。所以因来做细致的啦，因为财政除了中央，佫有地方，佫乡镇，其实大家拢真辛苦伫编啦，啊，这拢爱用心的。这是快乐的问题。